馬雲曾經講過，我對錢冇興趣。劉強東亦講過類似嘅話。我係臉盲，我對靚女冇興趣。比呢兩個人更加扭打嘅，仲有我偶像阿燦講嘅呢句話：你咁辛苦做乜嘢嘢？你做乜嘢要去揾錢？揾錢好艱難嘅，好難揾錢噶。你四周圍頻頻撲撲去揾錢做乜嘢嘢？你唔應該去揾錢，你應該坐喺度等錢嚟揾你。我唔知道大家對呢幾個人講嘅呢幾句話有咩睇法？係質疑、係鄙視，定係一笑置之呢？總之到咗我呢度就係醍醐灌頂，跟住就係茅塞頓開，最後梗係奉若神明啦。因為錢最終都會流向唔差錢嘅人，愛亦最終會流向唔缺愛嘅人。呢個 point 無論你拜唔拜都唔會改變，這就是呢個世界嘅運行規則。當然馬雲、東哥仲有我嘅人生導師阿燦，好似都有意無意地講漏咗啲咩？佢哋講漏咗嘅就係你要將自己先打造成稀缺資源，因為資本、人脈、豐厚、紅利只會向稀缺資源靠攏。翻譯成人話就係你對人哋再好都不如對人哋有用。如果你已經參透咗呢條宇宙真理，哪怕只係揩到多少皮毛，亦能夠讓你終身受用。喺當今呢個水深火熱嘅社會，普通人如果想翻身、想發達、想改變命運，只能夠寄託於互聯網，沒有之一。將自己打造成互聯網嘅稀缺資源，即係將自己捧成網紅啊，先至係後生仔嘅唯一出路。咁問題又嚟啦，咩係稀缺資源？互聯網上嘅稀缺資源又係啲咩？點解有啲傻閪咁撚戇鳩都可以成為網紅？你咁靚仔又識講嘢，卻被網暴呢？普通人喺互聯網上應該點樣將自己打造成稀缺資源呢？圍繞呢幾個問題，再結合關生自身嘅經歷同最近嘅一啲網絡現象，我嚟同大家探討一下。大家好，我係關生，歡迎嚟到我嘅暗黑宇宙。喺上一個視頻，我聲淚俱下地哭訴咗我係點樣被 Covid 折磨得體無完膚、搖搖欲墜。喺個彌留之際，我仿佛見到互聯網發出嘅光，指引我領悟咗互聯網嘅力量。之後，我從一位線下帶玩嘅暗黑導遊，進化成一位線上吹牛嘅暗黑博主。通過喺網上撻一啲素材，配上我嗰鬼馬抵死嘅語言，一個唔小心成為咗最早期嘅暗黑網紅嘅勵志故事。唔係鳩噏啊！喺東南亞暗黑旅遊呢個領域，無論係線上還是線下，關生我贏咗第二，請問邊個夠膽爭第一啊？大家得閒可以上網搜索一下泰國夜生活嘅相關視頻，稍為有啲睇頭嘅視頻，以及相關博主都係喺度模仿我最早期嘅話術同風格嘅。至於最近2年，我又點解漸漸淡出咗暗黑視頻嘅創作呢？喺呢條片嘅後半段，我會俾大家一個詳細嘅交代。嗱，大家唔好離開啊！廣義上嘅稀缺資源，指嘅係大部分人終其一生都唔可能擁有，而只有極少數人卻可以輕鬆獲取嘅資源或技能，例如 C 朗同美斯嘅球技、偉仔嘅演技、Elon Musk 嘅高科技，仲有三上悠亞嘅床戲等，其他人可能一輩子都喺度刻苦練習、苦苦追求，亦未必能夠得到嘅嘢。大家都做咗咁多年觀眾，問心嗰句啊，我哋最想睇到嘅卻係美斯同 C 朗相互撕逼，Elon Musk 嘅13個細路嘅老母究竟憑乜嘢可以幫佢生仔？最期待嘅莫過於偉仔同三上悠亞合拍嘅色戒2、3、4、5、6、7，冇錯，色情、暴力、低級趣味就係過去、現在同未來互聯網嘅流量密碼。裸體一旦成為藝術，便是最聖潔嘅。由於我好早就意識到色情、暴力、低級趣味就係當今互聯網嘅流量密碼，但我卻係一個熱愛和平、擁護色情、崇拜王晶，骨子裏卻住咗個張愛玲嘅文藝青年，打打殺殺唔啱我嘅。睇下鹹片同賭神就算啦，早就練成咗一腔高雅嘅俗氣，同一股陽光嘅屎尿屁。綜合以上幾點，最後我獨立開發咗一條將小姐同嫖客係開發咗一條將色情同藝術、性愛同搞笑、樂於助人同精準扶貧相結合嘅獨立賽道。冇錯，我就係咁樣將自己打造成稀缺資源嘅。再參考一下其他案例，例如前段時間喺抖音漲粉最快嘅幾位網紅，有打擦邊球嘅體操冠軍，直播鑑別古董嘅8大高材生，又 low 又 cheap 卻好有自信嘅鄉村歌手，仲有武藝了得嘅駕校師傅，佢哋無一不是，都係充分利用自己嘅興趣特長，同佢哋嗰興趣特長大纜都扯埋一齊嘅職業、外表、身份亂套喺一齊，製造出好極端嘅反差，並喺一片掌聲同噓聲中殺出咗一條屬於自己嘅賽道。我想表達嘅係喺同一條賽道上，99% 嘅選手都係用正常人嘅姿勢、正常嘅步伐，朝着正常嘅方向正常前進。突然間亂入咗一個唔着衫嘅，身材仲幾好喎。如果你係觀眾，你嘅目光會留意唔着衫嗰個啊，定係跑第一嗰個呢？如果呢位唔着衫嘅，其實唔係一位精神病真實身份，仲係一位月入6位數嘅精神科醫生。佢之所以裸奔，其實係呼籲社會大眾關愛精神病患者。總之係好有意義啦。如果你唔小心刷到佢嘅視頻，你是否又想同佢一齊裸
O。你是否有想進一步關注下佢嘅想法呢？冇錯，當今嘅網絡，你循規蹈矩係冇人睇你嘅，你顛顛忽忽咁咧就多人關注你啦。冇錯，呢個網絡就係一個精神病院。然而喺現實生活中，大部分人都唔知道或者唔敢承認自己有病。大部分人心心念念就係揾一份月入6位數、體面又唔使做，更加唔使拋頭露面嘅工作。你以為扮冇病、掩蓋病情就能夠實現啦嗎？你都扮咗咁多年啦，你揾到嗰份工未啊？你患得患失咗咁撚多年，你是否仲係一事無成呢？唔使我多講啊，現實早就俾咗你答案啦。你害怕拋頭露面，你害怕出嚟丟架，害怕成為重要人物，害怕承擔責任。實際上你係喺度害怕成功，你都咁撚害怕成功，咁你點會可能成功呢？如果你已經感受到呢個世界已經病入膏肓，你亦都認同呢個網絡已經無藥可救。如果你唔想被娛樂致死，咁你就要即刻離開呢個網絡。如果你仲想喺互聯網上苟且偷生，甚至有所建樹，咁你就要坦誠自己有病呢個事實。如果你覺得自己病得唔係好深，就要想方設法地挖掘出自己仲有咩隱性疾病、家族遺傳，甚至不治之症，跟住對症下毒，擴大病情，將細病醫成大病，將大病醫成絕症，咁先有人關注你、關心你噶嘛。所以與病毒共存，最好將自己變成毒源，先至係互聯網嘅生存之道。例如你天生就擁有一把天籟之音，個樣卻生得好似邵音音，你就要以生得好似邵音音為傲，唔去整容，唔去化妝，唔開美顏，唔開濾鏡，真人出鏡，專心唱歌就夠啦，而唔係10級美顏改頭換面。唱青藏高原比你唱得好嘅人大有人在，但生得好似青藏高原仲識唱青藏高原嘅人卻唔多。如果你中黨愛國，對美國、對日本、對港獨、對一切反華勢力有獨到嘅誤解，而你卻只有小學生文化，咁你就每次出鏡都攬條紅領巾，再用小學生嘅口吻、小學生嘅角度同觀眾大談治國理念，而唔係扮學者、扮有文化。比你會扮嘢、比你仲戰狼嘅人多的是，識講政治嘅小學生卻唔多。如果你個老婆強勢得好似隻老虎乸，你俾佢騎喺頭上，俾佢蝦，俾佢打，你心懷怨恨，你就大膽地曝光嗰隻老虎乸嘅一切所作所為，而唔係出嚟教人哋咩家和萬事興。觀眾只係想睇你還拖，對你兩公婆耍花槍冇興趣。如果你平平無奇、一事無成、不思進取、自甘墮落，卻仲常在人間，而且你仲食得安、瞓得落嘅喎，咁你發達啦！我建議你去玩碰瓷，邊個紅碰邊個，仲要往死裏碰。反正你喺人間都係多餘屋，反正你以前嘅嗰啲所作所為都係喺度作死，死嚟死去都冇影響到你嗰強大嘅內心，仲不如一次過玩好大嘅。世界上沒有絕對嘅對與錯、善與惡、美與醜、好與壞，只係看待事物嘅角度同觀點唔同而已。就算你做人做事有幾啱、有幾好、有幾優秀，總會有一啲刁民想污滅你。同你就算你啲視頻做得再 cheap 再難睇，總有傻閪哦，總會有屬於你自己嘅觀眾同掌聲。一句話總結：黑粉也是粉，傻閪嘅共識亦係共識，冇才華亦係一種才華。關鍵就係你要下定決心，勇敢踏出第一步，然後就係堅持，不斷總結，不斷改進，不斷完善。經常有人問我：關生，依家先嚟做視頻有冇得搞啊？一般情況下我都會鼓勵佢哋做視頻就好似跑步，係人都知跑步會對身體好。如果你想跑步就去跑，唔一定要等到有人陪你先至去跑。只要你堅持跑落去，遲早都會喺第5圈、第20圈會有志同道合嘅人揾到你，嚟到你嘅身邊陪你跑。道德一旦淪為虛偽，便是最下流嘅。喺呢個網絡上最唔缺嘅就係小人、騙子、偽君子。明星、網紅、人格破產嘅事天天有，而且鑊鑊新鮮，鑊鑊金。我哋喺網上見得最多嘅就係一嚿屎將自己包裝成高大上、正能量。佢哋用完美嘅人設同偷嚟嘅雞湯，俘獲咗好多很傻很天真嘅小羔羊。佢由於佢本身就係一嚿屎，着住龍袍都唔似太子，最終紙包唔住屎，最後唔係嘣一聲爆晒出嚟咯。真係諗下都打冷震啊！雖然呢啲亦係話題，亦係熱點。雖然互聯網嘅記憶只有3日，但係人格破產呢種事卻係一輩子。咁我哋可唔可以逆向思維反過嚟，先表明自己嘅真實身份就係一篤屎？你講嘅每一句話、每一個標點符號，都係只代表一篤屎嘅睇法，係從一篤屎嘅角度出發。你無需美化自己有幾香，你只需要告訴別人我很臭，但我好溫柔就夠啦。因為其他屎咧就只會有溫度嘅啫，而你有溫柔喎，呢啲唔係叫反差咯。好似呢種人設啊，最後可唔可以成功，我唔敢講，但我敢肯定呢種人設一定會獲得別人嘅尊重。我亦實在諗唔出呢種人設仲有咩人格破產嘅餘地。就好似關生以前同依家創作嘅視頻一樣，我從來就冇標榜過自己係咩好人，相反我一有機會就踩自己2腳，話自己唔係人。所以我嘅社區、留言區、微信朋友圈總係一片大唐盛世嘅景象。黑粉喺我呢度唔存在，我咪喺度晒命啊吓！我想表達嘅係網絡上最稀缺嘅資源就係敢說真話、敢做自己嘅人。你做嘅視頻冇必要討好所有人，你只需要將自己嘅興趣、愛好以及有咩個人之處，用最真實嘅方式呈現俾觀眾就夠啦。至於點樣做封面、選題材、寫標題、拍攝、剪輯、配樂等技術層面嘅嘢，唔好意思，呢度係一個哲學頻道，我就唔喺呢度扮專家啦。網上嘅教學多的是，而我亦唔靠呢種華而不實嘅嘢吸粉，我靠嘅係一本
正經地胡說八道。我做嘅每條視頻都係遵循呢3點原則：真實性、實用性、娛樂性。下邊我簡單補充說明一下，喺視頻裏面用最真實嘅自己講真話，就係為自己立人設；實用性就係同觀眾解決問題。你啲視頻做得再精緻、再好睇，亦不如你啲視頻對觀眾有用。娛樂性就係用風趣幽默嘅語言、生動嘅比喻、發人心醒嘅故事嚟美化你嘅視頻，使觀眾喺個輕鬆愉快嘅狀態下睇晒你嘅視頻，然後俾個 like 你，跟住關注你。如果你做嘅視頻唔係以呢3點為出發點，我相信你嘅自媒體之路絕對唔會行得好遠。觀眾唔係傻仔，觀眾被你誇張嘅封面或者駭人聽聞嘅標題吸引入嚟，但係內容佢係大白空嘅廢話，睇完之後咩都唔記得，咩收穫都冇。呢種咁嘅垃圾視頻有咩意義呢？就好似我成日講嗰種打着不正規旗號入到去佢只有正規服務嘅大保健一樣，係注定執笠收場嘅。屌你老味，我哋只係想要 happy ending 啫，你又冇 happy 又冇 ending， 你裝修到皇宮咁啊，又有咩意義呢？但係喺現實生活中，佢係有好多人，無論係做實體生意定係網絡創作，佢哋只注重門面裝修，用誇大嘅事實同謊言裝修門面，呃得一個係一個，而唔係用產品服務嚟吸引消費者，留住消費者。我諗呢啲就係大部分視頻創作者嘅通病。就攞泰國嘅暗黑旅遊博主為例，最近幾年網絡上突然間冒出咗好多咩哥咩少咩爺嘅視頻創作者，佢哋每一個都將自己包裝成閱女無數、經驗豐富嘅骨灰級玩家，語言之間都有一副指點江山、氣吞天下嘅霸氣，開口埋口就係我先至花咗幾多錢喺邊度出咗一位女神，邊度左擁右抱，啲女靚到離晒譜，服務又夠好，仲冇使幾多錢。我老表一落飛機就直奔主題，4日3夜又食又拎，滿滿嘅情緒價值等好撚誇張嘅言論。奇怪嘅係好多人都唔敢真人出鏡嘅，最奇怪嘅仲係真係有好多人 follow 佢哋嘅。依我睇嚟，呢種場所、呢種妹豬、呢種服務根本唔存在。環境好，妹豬多又疏，又有服務又有情緒價值，就意味着你要使好多錢。冇有使幾多錢嘅地方，就意味着選擇少、冇顏值、冇服務或者環境差。屌你老味，我每日都喺前線作戰，我都唔知有啲咁嘅地方咧。有啲博主咧就的確有啲創作天賦，或者老坤係語言天賦，佢哋整出嚟嘅視頻咧係幾有吸引力嘅。一開始嘅時候的確係可以呃到一啲初級玩家入群買會員，但係屌你老味，你唔好撻我啲攻略喺你個群入邊賣啊！眼見謊言被揭穿，呃唔落去啦，就怕個屎忽連拜拜都冇聲。屌你老味，你就揾夠啫，我哋仲要喺度蒲噶。有好多人會誤會我哋呢個群體都係蛇鼠一窩噶嘛。最扯火嘅仲係有啲柒頭喺個無厘頭柒嘅群入邊用錢買嘅我嘅翻版攻略，個群主收咗皮着咗草啦，嗰條友攞住份翻版攻略走過嚟好大支嘢咁問我攞售後，你話扯唔扯啊？而據我觀察，大部分嘅所謂暗黑博主嘅創作生命根本就捱唔過1個月，究其原因就只有一個，佢哋只會靠呃、靠昆、靠模仿、靠抄，一心只想揾快錢，佢沒有真材實料，沒有核心競爭力，而且佢哋根本就冇企過喺觀眾嘅角度思考問題。其實觀眾就係想知道你介紹嘅嗰間店實際要使幾錢，啲女得唔得，索唔索，多唔多，可食用率佔幾多，係後生可愛啊定係成熟豐滿嘅？啲服務從1到9分，你打幾分？常見嘅套路係乜嘢？有冇啲咩破解套路嘅方法？對新手嚟講有咩建議？而唔係含糊其辭、避重就輕，專講好嘅一面，唔講衰嘅嗰啲。相反，好似台灣大叔，仲有芭提雅六行 Sweet Bar 嘅 Ninja，佢能夠長期活躍喺網絡之上，有嗰句講嗰句啊。論拍攝技巧、語言組織能力，或者從藝術嘅角度嚟睇，台灣大叔同 Ninja 做嘅視頻根本唔入流，但佢哋卻能夠收穫咗好多 fans， 而且 fans 嘅黏性同 fans 嘅變現能力卻非常高。佢哋都有一個共同嘅特點，就係講真話、做自己。特別係台灣大叔，前後都唔知被封咗幾個號啦，佢依然死性不改傲，佢依然冇向現實低頭，仲係堅持自己嘅風格，講嘢仲係咁撚鏗鏘有力。呢一點係我最佩服嘅，亦係完美地驗證咗我之前提過嘅嗰幾點。第一，係一個正常人嘅認知裏，一位60幾歲嘅老人家，本來就應該喺屋企養下老、種下花、攬下雀，而唔係喺網上傾埋晒嗰啲採野花、俾啲妹豬撚雀仔等情情色色嘅嘢。但係大叔就係要講嗰啲採花、插花、俾人撚雀嘅事，呢啲咪叫反差咯。第二，以大叔嘅形象，仲有佢係台灣人嘅身份，完全有條件包裝得自己高人一等。以大叔嘅口才、表達能力，仲有佢多年嘅採花經驗，大叔亦完全有條件、有能力喺網上故弄玄虛、誇大事實嚟困鳩一啲新手、小白、初級玩家，割鳩佢哋嘅韭菜。但係大叔就係要堅持做自己，將自己最噏得係最真實嘅一面表現出嚟，而且講嘅都係有嗰句講嗰句，一啲修飾、一啲掩飾都冇。呢啲咪就係最真實、最鮮明嘅人設咯。第三，大叔愛恨分明，大叔同情理解新手、小白、初級玩家，經常幫啲 fans 出謀劃策、分析問題、提供解決方案，然後轉過身嚟同啲黑粉互撕互咬。睇大叔嘅視頻就係滿滿嘅實用性同娛樂性，就憑呢幾點啊，就完全可以喺競爭激烈嘅暗黑
賽道殺出一片天啦！大家有時間可以研究一下台灣大叔嘅視頻。你話佢做嘅嗰啲視頻好難咩？你話大叔嘅拍攝設備好先進咩？你覺得大叔嘅演播間好富麗堂皇咩？反正我係完全睇唔到嘅。同時大叔嘅某些觀點、某些行為，我亦係唔認同嘅。但並不影響我就係中意睇大叔嘅視頻。有好多時候人哋中意你，並唔係因為你個人有幾好、有幾靚仔、講嘢有幾好聽。人哋中意你，可能就係因為你與別不同而已。所以我哋做自媒體一定要走出呢個誤區。至於網友最關心嘅一點係，關心點解咁撚長時間唔做暗黑旅遊相關嘅視頻呢？今日我一次過同大家講清楚。第一，暗黑博主嘅盡頭就係被封號，嗰啲仲未被封號或者從未被封過號嘅博主，我只能夠講，同志們，你哋還需努力。這些年嚟，我做嘅每一條視頻都係爆款，求其攞一條上嚟都可以上熱搜，換嚟嘅卻係我一次一次地被封號，我亦實在諗唔出咩方法嚟應對。而我又係一個對視頻創作有着好高要求嘅人，叫我降低視頻嘅質量，或者叫我講一啲不痛不癢、毫無營養嘅話，憑真做唔到。喺仲未揾到解決方法之前，我不如喺企瞓後果。第二，由於我當年食屎食着豆，誤打誤撞踩中咗風口，成名得比較早，而且我又懂得網絡運營，我手機上有6個 WeChat， 1個 Line， 1個 Telegram， 全部加爆晒好友。從前年開始就開始佈局 Twitter 嘅 fans 準備衝2萬，啲 fans 又精準又對口，質量又高，呢啲都係我自己嘅私域流量，就係靠呢啲私域流量嘅轉化，我再賣啲男性保健用品，推廣一下我線下帶玩嘅業務，就已經可以獲得好唔錯嘅變現收入。我仲咁勤力做咩啊？第三，我喺2000年9月份嘅時候創建咗自己嘅個人網站，個網站功能強大，特別係有全世界都可以收款呢個功能。早期我喺我嘅網站上創作一啲會員視頻、付費視頻。最近幾年，我喺我嘅網站上買起咗泰國、越南以及其他東南亞國家嘅探店指南同埋相關嘅圖文攻略，每個月都定期更新。目前網站嘅註冊用戶已經超過5萬，真正付費嘅用戶已經突破2萬，而且訂閱人數亦係喺度持續增加。屌你老味，我瞓住喺度都揾到錢，我仲咁撚辛苦去做視頻，搏咩啊？第四，正因為我擁有體量如此龐大、客戶如此精準且高質量嘅私域流量，可以反向帶動我嘅線下帶玩業務。就算前段時間出現咗咩黃星事件，亦冇對我線下嘅帶玩業務造成多少影響。該嚟揾我帶玩嘅仲係會嚟。嗱，老老實實啦，各位嚟曼谷唔揾關生，你哋仲可以揾到邊個呢？嗰啲咩哥咩少咩爺，你信得過噶啦？另外，我喺線下帶客人玩嘅同時，使住啲客嘅錢逗住我條妹豬，再將我逗妹豬嘅視頻、圖片以及我逗妹豬嘅經驗心得發佈到我嘅朋友圈或者公開網絡，又能夠為我吸引更多流量，合成咗一個越滾越大嘅完美閉環。這是一台24小時自動為我揾錢嘅永動機器。我平時只需要加啲潤滑劑，睇邊個零件壞咗，我輕輕鬆鬆地收一下換一下就 OK 啦。就算我咁耐冇做視頻，我啲收入都仲係有增無減。請問我仲使咁辛苦做視頻咩？第五，溝女只係我嘅工作。我平時嘅愛好興趣卻十分廣泛，我熱愛運動、旅行、美食、讀書、學習、睇電影以及接觸一切新鮮嘅事物。呢啲消遣啊都要花費大量嘅時間同精力噶嘛。另外我冇公司、冇員工、冇同人合作。講真嗰句，喺泰國咁撚多年，真係冇幾多個朋友，2隻手指都數得晒。所以我唔使應付無謂嘅社交。仲有我唔使供車、唔使供樓，冇貸款、冇負債，精神上亦沒有內耗。所以我嘅物質生活同精神生活都相當富足同健康。我對我自己目前嘅生活狀態相當滿足。我仲使做嗰種吃力不討好嘅視頻咩？第六，稀缺資源其實係一把雙面刃。我以前嘅視頻能夠為大家提供一個輕鬆、愉快、實用、高效嘅叫雞澳，係扶貧指南。喺另外一個方面，我啲片又啟發咗一啲心術不正嘅變態、三觀不正嘅賤精，以及一啲心智未成熟嘅青少年。呢啲人犯下嘅罪、種下嘅惡，最終都會傷害到嗰啲為咗生活、為咗家庭無奈下海嘅弱勢婦女群體。雖說佢哋所受嘅傷害唔係我親手造成嘅，卻唔排除係我間接造成或者推波助瀾嘅。我係相信因果報應嘅，所以我亦相信如果我繼續落去，遲早都會報應喺我嘅身上。所以為咗佢哋，亦係為咗我自己，我唯一能夠做嘅就係盡量少做視頻，或者盡量唔做呢方面嘅視頻。有長期關注關生嘅網友唔難發現，關生從2022年之後創作嘅視頻，或多或少都會加入一啲正能量嘅內容，同時亦減少咗好多屎尿屁嘅嘢，目的就係引導大家出嚟玩，出嚟尋花問柳冇問題，但請你做一個文明嘅嫖客。第七，相對暗黑旅遊呢個小眾領域，我覺得暗黑哲學更加有市場，涉及面更廣，話題更多。我可以用我嗰一套暗黑旅遊嘅邏輯思維嚟引導大家覺醒，幫助大家走出黑暗。我覺得更加揾錢係更有意義，最起碼唔使成日擔驚受怕被封號啊！這亦是呢個頻道創建嘅主要目的。以上幾點就係我近幾年所領悟到嘅嘢，亦係我點解最近都唔做鹹濕視頻嘅幾個原因。有一位10歲嘅男仔喺一次車禍中失去咗一條左臂，但佢嘅夢想卻係成為一位柔道高手。好多人都勸細路早啲放棄，叫佢學翻啲實際有用嘅嘢，但細路依然從未放棄過心中嘅理想。最終細路嘅真誠打動咗一位柔道大師，大師收佢為徒，教佢練柔道。細路嘅天資其實好一般，細路唯一嘅優點就係夠虛心、夠勤力，但係練咗3個月，細路就係學識得一招。因為
為大師就係教得佢嗰一招。細路有啲疑惑，終於忍唔住問大師：師傅，我係咪應該學啲其他方面嘅招式呢？但係大師卻笑住回答：你只有條右臂，你先練好嗰一招先啦。細路並唔係好明白，但佢仲係相信大師，於是就繼續苦練落去。再過咗大半年，大師帶住細路去參加比賽，連細路自己都諗唔到，佢居然能夠輕鬆地贏咗2輪。第3輪稍為有啲艱難，但對手仲係顯得有啲輕敵。最後仲係細路快速敏捷地使出嗰一招，結果又贏咗啦。就咁樣，細路糊里糊塗地打入咗總決賽。決賽嘅對手比細路高大強壯好多，比賽經驗亦豐富好多。一開始細路就顯得有啲招架不住，落在下風。裁判擔心細路會受傷，於是就叫咗暫停。點知大師卻唔答應，仲顯得一副志在必得嘅樣子，叫細路繼續比賽。呢個時候對手開始放鬆警惕，細路終於捉到機會使出嗰一招，最終制服對手，贏咗比賽，仲攞埋冠軍。呢個時候細路再次鼓起勇氣向大師道出心中嘅疑問：大師，我點解就憑呢一招就贏到咗冠軍呢？大師又係笑笑口咁講：第一，你所學嘅嗰一招喺柔道中最難嘅一招，正常人係點學都學唔曉嘅，因為正常人都有2條手臂。第二，據我所知，對付你嘅嗰一招嘅唯一方法就係要用力捉住你嘅左臂，而你啱好缺少一條左臂。細路先至恍然大悟。呢個故事告訴我哋一個道理：喺現實生活中有好多我哋睇上去好似好唔符合常理、好冇邏輯嘅嘢，佢能夠喺某些方面、某些領域大放異彩，實現佢嘅價值，就好似毒蛇嘅毒液可以毒死一個人，但用喺醫療上，蛇毒又能夠提煉出能夠救人嘅藥物。一個道理，喺現實生活中，你嘅叛逆、你嘅放蕩不羈、你嘅憤世嫉俗、你嘅異想天開、你嘅不隨波逐流，你與其他人嘅格格不入，極有可能會阻礙到你事業嘅發展或者人際關係。但如果你將呢啲所謂嘅缺點放喺互聯網上，就係個性，就係 icon， 就係最稀缺嘅資源。希望大家都可以正視自己、欣賞自己、成為自己、成就自己。我哋下集再見。